我曾经在海外跳飞机闯荡了5年，是一名独自带着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。爱多美让我明白，成功靠的不是个人能力有多强，而是看你有没有找对平台。只要方向对了，坚持绝不放弃，一定会有成果。未来我要带领伙伴一起成长，一起成功，共赴时间与財富自由的夢想。我16歲開始做工，55歲成為家庭司機。今日70歲嘅我依然仲未退休。我加入艾多美已經10年，雖然我讀書唔多，人脈唔多，亦都冇直銷經驗，但係我細佬一直鼓勵我。今日我終於成為會計大師。我嘅經歷證明咗喺艾多美，普通人都能夠可以改變人生。既然我可以，你哋一定都可以。我會認真經營艾多美，建立長久嘅被動收入，而且幫助更多人一齊成功。祝大家早日完成夢想！阿扎阿扎阿扎！